每天只要5分钟，就能护住你避免骨折。我是一位从事骨科医疗工作超过30年的医师，这些年来，我看过太多长辈因为骨质疏松而失去自主生活的能力。有些人只是在浴室里滑了一跤，结果髋骨骨折，从此卧床不起。有些人弯腰捡个东西，脊椎就压迫性骨折了。这种痛苦不只是身体上的，更是心理上的折磨。骨质疏松是一种无声无息的疾病，它不会痛，不会痒，甚至没有任何明显的症状。但是当你发现的时候，往往已经太迟了。骨头就像房子的地基，当地基开始腐蚀、空洞化，整栋房子随时可能崩塌。骨折之后的后果非常严重，很多长辈从此失去活动能力，必须依赖他人照顾。原本可以自己逛市场、跟朋友喝茶聊天，现在连上厕所都需要帮忙。这种失去独立自主的感觉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。更严重的是，长期卧床还会引发肺炎、褥疮等并发症，甚至危及生命。但是，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骨质疏松是可以预防，甚至可以逆转的。你不需要花大钱买昂贵的保健品，也不需要每天去健身房运动2个小时，你只需要调整饮食习惯，再加上每天5分钟的简单动作，就能大幅改善骨骼健康。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这样你就能收到我们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关注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另外，也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年龄，还有你是从哪里看到这支影片的，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3年前，有一位病患来到我的诊间，她叫李秀花，今年68岁。住在台南。李女士看起来很健康，平常都会自己去市场买菜，偶尔还会跟朋友去爬山。但是有一天早上，她在厨房准备早餐时，脚底踩到一点水渍，轻滑了一下，用手撑了一下流理台，结果手腕就骨折了。就这样，没有跌倒，没有重摔，只是轻轻撑了一下。李女士当时吓坏了，她从来没想过自己的骨头会这么脆弱。送到医院之后， X 光检查显示她的骨密度已经严重流失，诊断结果是严重骨质疏松。她哭着跟我说：“医师，我是不是以后都不能自己生活了？我会不会变成家人的负担？”那种恐惧和无助，我看在眼里，真的很心疼。作为他的主治医师，我仔细评估了他的状况。我告诉他，骨质疏松虽然严重，但并非无法改善。我给他开了一个简单的计划，调整饮食，补充对的营养素，再加上每天早上5分钟的简单动作。李女士很认真的执行。她每天早上起床后，会先到阳台晒5分钟太阳，然后做几个简单的平衡训练动作，最后吃一份我建议的护骨早餐。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没有中断。3个月后，他回诊做骨密度检查，结果让我们都很惊喜，他的骨密度开始回升了。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准，但改善的趋势非常明显。更重要的是，
他恢复了信心，他又开始自己去暗场买菜，甚至报名参加社区的太极拳课程。林女士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只要方法对了，永远不嫌晚。现在，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骨质疏松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们的骨头就像是一栋建筑物，这栋建筑需要2种主要材料，一个是水泥，另一个是钢筋。在我们的骨骼里，水泥就是钙质和矿物质，它们提供硬度和密度，而钢筋就是胶原蛋白，它提供韧性和弹性，两者缺一不可。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身体会不断的重建骨骼，旧的骨细胞被分解，新的骨细胞被制造出来，这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。但是到了60岁以后，这个平衡开始被打破，骨骼流失的速度超过重建的速度，骨质密度就会逐渐下降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主要有3个原因。第一，钙质流失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肠道吸收钙质的能力下降，同时，如果饮食中钙质摄取不足，身体就会从骨骼中提取钙质来维持血液中的钙浓度，久而久之，骨骼就像被掏空的金库，变得越来越脆弱。第二，维生素 D 不足，维生素 D 就像是钙质的运输车，负责把钙质从肠道运送到骨骼。如果缺乏维生素 D， 即使你吃了很多钙，也无法有效吸收。而随着年龄增长，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能力也会下降。第三，胶原蛋白流失。胶原蛋白是骨骼的支架，让骨头有弹性，不容易断裂。但是年纪大了以后，身体制造胶原蛋白的能力减弱，骨骼就变得又硬又脆，像前枯的树枝一样，轻轻一碰就断。让我用一个更生活化的比喻，我们的血液就像是运送营养的卡车，血管就像是道路。如果营养不够，卡车是空的；如果维生素 D 不足，道路坏掉了，卡车到不了目的地。无论哪种情况，骨骼都是营养不良，最后变得脆弱不堪。但好消息是，只要我们提供对的营养，加上适当的刺激，骨骼是可以重新变强壮的。接下来，我要告诉你10种黄金食物，还有每天5分钟的护骨 SOP。南瓜籽是骨骼健康的隐藏宝藏，它含有丰富的镁和锌。这2种矿物质对骨骼形成非常重要，镁能帮助钙质转化成骨骼组织。如果缺乏镁，即使补充再多，钙也没用心，则能促进骨细胞的生长和修复。研究显示，缺锌的人骨折风险会增加50%以上。你可以每天早上抓1小把南瓜籽当零食吃，或是撒在沙拉、优格上，记得选择无盐烘焙的，避免摄取过多钠。奇亚籽虽然小小一颗，但营养密度极高，它含有的钙质比牛奶还多，而且富含 Omega-3 脂肪酸，能减少骨骼的发炎反应。慢性发炎会加速骨质流失。Omega-3 就像是骨骼的消防队，能扑灭这些发炎的火苗。奇亚籽泡水后会变成胶状，非常好消化吸收。我建议你每天早上用1汤匙奇亚籽泡在豆浆或优格里，放置10分钟后就可以吃了。花椰菜是蔬菜界的护骨冠军，它不只含有钙质，更重要的是富含维生素 K。
维生素 K 就像是骨骼的黏住剂，能帮助钙质固定在骨头上，不会流失到血液中。如果缺乏维生素 K， 即使吃了很多钙，也会像水倒进破桶子一样留不住。研究显示，维生素 K 摄取不足的人，骨折风险会增加30%。你可以用清蒸或快炒的方式烹调花椰菜，避免水煮。沙丁鱼是少数同时含有钙质和维生素 D 的天然食物，因为我们吃沙丁鱼时会连骨头一起吃下去，所以能摄取到完整的钙质。而沙丁鱼生活在海里，常常曝晒阳光，体内累积了丰富的维生素 D， 这2种营养素就像是黄金组合，能够相辅相成，大幅提升钙质的吸收率。我建议你每周至少吃2次沙丁鱼罐头，可以加在沙拉里，或是做成三明治。优格是骨骼健康的全方位食物。首先，它含有丰富的钙质和蛋白质，这2者都是骨骼的基本原料。其次，优格含有益生菌，能改善肠道健康，提升营养吸收率。如果你的肠道功能不好，再多营养也吸收不了。研究显示，每天吃优格的人，骨密度比不吃的人高出8%到10%。我建议你选择无糖的原味优格，加入一些坚果和新鲜水果，就是一份完美的护骨早餐。杏仁含有丰富的镁和维生素 E， 镁是骨骼健康的关键矿物质，能够启动300多种体内酵素，其中包括负责骨骼形成的酵素。如果缺镁，骨骼就无法正常生长。维生素 E 则是强力的抗氧化剂，能保护骨细胞不受自由基的伤害。研究显示，维生素 E 摄取充足的人，骨质流失速度比一般人慢20%。你可以每天吃1小把杏仁当点心，大约15到20克就够了。羽衣甘蓝被称为蔬菜之王，它的钙质含量非常高，而且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，能对抗身体的发炎反应。慢性发炎是骨质疏松的隐形杀手，它会加速骨骼的分解。羽衣甘蓝中的植化素能有效降低发炎指数，保护骨骼不受伤害。此外，它也富含维生素 K 和叶酸，这些都是骨骼健康不可或缺的营养素。你可以把羽衣甘蓝加入绿拿铁里打成果汁。鲑鱼富含 Omega-3 脂肪酸和维生素 D， 是骨骼健康的双重保障。Omega-3 能减少骨骼的发炎，降低骨质流失的速度。维生素 D 则能提升钙质的吸收率，让钙质顺利进入骨骼。研究显示，每周吃2次富含 Omega-3 的鱼类，骨折风险可以降低30%以上。我建议你选择野生鲑鱼，营养价值比养殖鲑鱼高。烹调方式以烘烤或清蒸为主，避免油炸。芝麻是钙质的优质来源，而且含有丰富的木酚素，这是一种天然的抗发炎物质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芝麻的钙质含量比牛奶还高，一汤匙芝麻就含有88毫克的钙质。芝麻酱的吸收率更好，因为芝麻经过研磨后，营养更容易被身体利用。你可以把芝麻酱涂在全麦吐司上当早餐，或是加入沙拉酱里，每天1到2汤匙，就能有效补充钙质，
山羊奶是高吸收率的钙质来源，相比于牛奶，山羊奶的脂肪球较小，蛋白质结构也不同，因此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。许多对牛奶过敏或乳糖不耐的人，喝山羊奶都不会有问题。研究显示，山羊奶的钙质吸收率比牛奶高出20%到30%。此外，山羊奶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和钾，这些都对骨骼健康有益。你可以每天早上喝一杯温热的山羊奶。现在，让我告诉你每天5分钟的护骨 SOP。这套方法非常简单，但效果却非常显著。我辅导过的病患中，只要认真执行这套流程，骨密度都有明显改善。第一步，90秒晒太阳。每天早上起床后，到阳台或窗边晒太阳90秒，记得要露出手臂和小腿，让阳光直接照射皮肤。这一个简单的动作能刺激皮肤合成维生素 D。维生素 D 是钙质吸收的关键。如果缺乏维生素 D， 你吃再多钙也没用。研究显示，每天晒太阳10到15分钟，就能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。但我知道很多长辈早上很忙，所以90秒是一个最基本的门槛。记得不要涂防晒乳，因为防晒乳会阻挡紫外线，让皮肤无法合成维生素 D。第二步，120秒平衡训练。晒完太阳后，做3个简单的平衡动作，总共120秒。第一个动作，单脚站立，扶着墙壁或椅子，单脚站立30秒。然后换脚再站30秒。这个动作能刺激腿部和髋部的骨骼生长，骨骼就像肌肉一样，需要适当的压力才会变强壮。第二个动作，踮脚尖，双手扶着墙壁，慢慢踮起脚尖，维持3秒后放下，重复10次。这个动作能刺激小腿和脚踝的骨骼，预防跌倒。第3个动作，推墙运动，面对墙壁，双手平推墙壁，身体前倾，维持10秒后放松，重复3次。这个动作能刺激手臂和肩膀的骨骼，预防上肢骨折。这3个动作加起来刚好120秒，而且非常安全，即使是年纪很大的长辈也能做。记得动作要慢，要稳，不要勉强。第3步，90秒护骨点心。运动完后，立刻吃一份护骨点心。这份点心非常简单，1杯无糖优格，加上1汤池奇亚籽，撒上一些杏仁片和芝麻。这个组合包含了钙质、维生素 D、Omega-3、镁和蛋白质，是骨骼生长所需的全方位营养，而且在运动后立刻补充营养，吸收效果最好。因为运动会提升身体的代谢率，让营养更快进入骨骼。准备这份点心只需要90秒。前一天晚上，先把奇亚籽泡在优格里，放进冰箱。隔天早上拿出来，撒上杏仁和芝麻，就可以吃了。就这样，总共5分钟，90秒晒太阳，120秒运动，90秒吃点心。每天重复这个流程，持之以恒，你的骨密度就会逐渐改善。现在，让我告诉你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秘密。大部分人都知道要补钙，但很少人知道，钙质的吸收率才是关键。你吃进去多少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
你的身体能吸收多少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每天喝牛奶、吃钙片，骨密度还是很差，而有些人没有刻意补钙，骨骼却很健康。让我举个例子，牛奶和山羊奶都含有丰富的钙质，但吸收率却有很大差异。牛奶的钙质吸收率大约是30%到32%，而山羊奶的吸收率可以达到40%到50%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喝一杯含有300毫克钙质的牛奶，实际上只吸收了90到96毫克，但如果是山羊奶，你可以吸收120到150毫克，足足多了30%到50%。这个差异来自于蛋白质结构和脂肪球大小。山羊奶的蛋白质分子较小，更容易被肠道分解和吸收，脂肪球也比较小，不会阻碍钙质的吸收。此外，山羊奶含有较多的短链脂肪酸，能改善肠道环境，进一步提升营养吸收率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跟病患说，关键不在于你吃了什么，而在于你吸收了什么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对比来说明，同样摄取300毫克的钙，如果加上维生素 D， 吸收率可以从30%提升到60%。如果再加上适量的蛋白质，骨骼合成效率可以再提升50%。最终3个月后的骨密度改善可以从2%提升到4%，整整差了1倍。你看，同样的努力，但因为选择不同，结果可以差到2倍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聪明补钙比盲目补钙重要得多。在我的临床经验中，我发现很多人在补钙的过程中会犯3个常见的错误。错误1，只吃钙片，不补充维生素 D。很多人以为只要吃钙片就能预防骨质疏松，但如果没有维生素 D， 钙质根本无法被吸收。这就像你买了很贵的建材，但没有工人来施工，房子还是盖不起来。我建议你在吃钙片的同时，一定要晒太阳或补充维生素 D。最好的方式是选择含有维生素 D 的钙片，或是在吃钙片后到户外晒10分钟太阳。错误2，喝咖啡后马上补钙。咖啡因会加速钙质从尿液中排出，降低钙质的吸收率。如果你喝完咖啡后马上吃钙片或喝牛奶，等于是做白工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喝咖啡和补钙之间至少要间隔2个小时。我建议你早上喝咖啡，下午或晚上再补钙。或者更好的方式是把咖啡换成绿茶，因为绿茶不会饮，想钙质吸收，还含有抗氧化物质，对骨骼有益。错误3，只补钙，不运动。骨骼就像肌肉一样，需要适当的刺激才会生长。如果你整天坐着不动，即使吃了很多钙，骨骼也不会变强壮。运动能产生机械性压力，刺激骨细胞生长。研究显示，每天运动30分钟的人，骨密度比不运动的人高出15%到20%。你不需要做剧烈运动，简单的散步、太极拳，或我刚才教你的5分钟平衡训练，就非常有效。如何修正这些错误呢？记住3个原则：运动后补钙，补钙时喝温开水，每天晒太阳5分钟。只要做到这3点，你的补钙效果就能提升50%以上。看到这里，我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。骨骼健康不只是关乎身体，更是关乎
尊严和自由。当你的骨骼强壮，你就能自由地行动，自己照顾自己，不需要依赖他人，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，做想做的事情，保持独立自主的生活。这种自由是任何金钱都买不到的。反过来说，如果骨骼脆弱，你会失去这份自由，你会害怕跌倒，害怕骨折，害怕成为家人的负担。这种恐惧会束缚你，让你不敢踏出家门，不敢享受生活。但好消息是，预防骨质疏松并不难，你不需要花大钱，不需要每天花很多时间，你只需要调整饮食，加上每天5分钟的简单动作，就能守护你的骨骼健康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分享给你的父母、你的长辈，或是社区里的老朋友，让更多人知道这些资讯，让更多人能够预防骨质疏松。不要等到骨折了才开始后悔，不要等到失去自由了才开始重视。从今天开始，从现在开始，花5分钟照顾你的骨骼，就是照顾你未来的生活品质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你的支持是我持续制作健康资讯的最大动力。作为一位从事骨科医疗超过30年的医师，我看过太多的病患。有些人骨折之后，从此卧床不起，失去了生活的尊严。有些人因为害怕跌倒，把自己关在家里，失去了社交和快乐。每次看到这些情况，我的心里都很难过。但我也看到另一群人，他们虽然年纪大了，但因为平时注重保养，骨骼依然健康强壮，他们可以自由地行动，开心地生活，享受每一天。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，他们都是主动照顾自己健康的人。我想告诉你，预防永远比治疗重要，不要等到出问题了才开始重视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花5分钟照顾你的骨骼，这5分钟可能决定你未来5年、10年甚至20年的生活品质。今天的5分钟就是明天的独立自主。记住，骨骼健康，从现在开始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